国人放袂记哩，来看到台湾的金珠姑娘茶在日本的当讲是请假抓袂条，刷落来土豆汤嘛当时行，因为最近有日本的综艺节目来到台湾超级市场要找好料的，结果发觉讲一罐一罐的土豆汤绵绵松松，互人食甲学了解得知。咱台视新闻的记者嘛来到市面问土豆汤的店头，发觉讲一般日本的观光客特别介意，网络嘛开始咧讨论土豆汤安怎煮上解下味，有人掺米啊，有人掺豆花，嘛有人掺油炸粿、咸甜啊、咸甜，有各种无同款的食法。日本的综艺节目来台湾的超级市场找好料的，听伫咧即摆土豆汤头前，特派员现开现饮，甚至讲可能是未来会伫咧日本北港的美食。敢有影镜头来到市面上卖土豆汤的店家看卖，结果发現日本观光客拢真餓了。なんかピーナッツがちゃんと柔らかくて甘くて食べやすかったです。日本にはないので。白玉とか大好きなので、とても楽しみに来たので美味しかったです。一食入去绵绵松松的口感，天气渐渐啊变冷，来一碗烧烧的土豆汤，温暖又搁甜的滋味，真侪人真介意。这一摆意外红到外国去，日本人对土豆汤的评价是真悬。正港的台湾人有啥物款的食法？汤圆、芋圆、地瓜圆。加牛奶，习惯吧，客家人吧，客家人喜欢花生跟汤圆之类的，然后就把它混在一起，加豆花好像也不错吼。拍开包装，甜一甜的土豆，罐装的土豆汤受到日本节目的欢迎，网络顶嘛有声去讨论，无论是配圆仔、蚵仔还是豆花，拢是真赞的食法。甚至有网友认为，来掺油条、咸甜的滋味，才是内行人的食法。真侪民众自细汉食到大汉的本土美食土豆汤，是伫咧真侪年地了后，可能会当变成另类的一种台湾之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